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嚟玩呢隻 game 叫搗蛋 M。咁我哋領取咗啲福利先，全部一次過領取晒佢啦。跟住繼續嚟做主線任務。咁我哋可以分配下啲能力啦。暫時得4點可以分配。功夫界面。睇下有啲咩活動先。重複任務，達成等級目標，狩獵嘉年華，仲有呢個感謝回饋簽到活動。咁第一日啦，total 有7日。咁連續登入7日有呢個遺物強靈召喚券10次。咁依家都係繼續做呢啲主線任務先。